2025年10月23下晝2點幾，未到3點，嚟到花墟，又係旺角大球場。唔知做乜嘢球賽啦，唔緊要嘅，知乜嘢做乜嘢咯，都係咁噶啦。嗱，呢度就係花墟最大一個花檔啦，而家轉咗，直行就係旺角球場。嘈翻日啦，今次嗌人嗌得好急啊，可能爭少少唔夠人啊，嗌出嚟，所以就有得做。公司車喎，啱啱經過。好啦，唔影啦，費事俾人睇到啦。敏感地區啦，對面就係嗰啲花檔啦。好，影到呢度先。今日嘅賽事係由香港大埔對中國北京隊，係杯賽嚟嘅，所以規格嚴啲，全部人都要安檢睇證。咁我做呢個閘口非常好做，因為係員工通道，只要唔好俾啲市民通過就 OK 啦。嗱，而家呢個球場就係喺裏邊，6點鐘開波，而家啱啱練習完，就等開波啦。好啊，今日好做，又唔曬，好啦，有人睇住啦，唔好影啦。打完波啦，8點9啦，我哋收9點啊。今日球賽都好精彩啊！先香港隊2-0，跟住就到北京隊連追3球，3-2，最後大埔隊1球反平手，所以3-3，所以就 OK 啊！好啦，唔影啦，又有人睇住我哋做乜嘢啦？好啦，係咁先。準時收工，無驚無險，咁又做多一單生嘢啦。呢次開呢日啊，好問通知啊，真係執嘴味啊！我都係算啦，好啦，唔影啦。咁睇下，好似聽晚有嘢做咯喎，聽晚再影啦。